坦洲嘅豪宅佳景康城啊，業主買翻嚟咧，一日都未住過啊！依家話唔要就唔要啦，到底喺度諗緊咩嘅咧？啱俾咗鎖匙我啊！我哋跟住鏡頭一齊上現場睇睇。業主買呢個單位翻嚟咧，2年幾嘅時間，一日都未住過啊！而且咧係開發商原版原漆嘅裝修。嗱，佳景康城離珠海到底有幾近咧？呢個紅綠燈一過去咧，就係珠海上涌啦，仲可以睇到啊山姆會員店嘅招牌添啊！嗱，今日我哋睇呢個單位咧，係坦洲嘅豪宅啦，佳景康城嘅3期啊，產權面積咧係89個平方啊。嗱，你冇睇佢89個平方啊，但係咧佢係可以做到2梯3戶嘅低密度啊。可能你喺坦洲咧揾極都揾唔到啊呢啲咁嘅單位。咁入門口咧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牌咧，呢度咧係寫住2023年先安裝呢個門嘅。咁呢度交樓咧係2023年嘅年底啦。3年嘅時間，嗱，業主買翻嚟咧，甲醛尾啊，應該係散晒噶啦。每個空間咧一啲都唔細嘅，而且咧89個平方竟然可以做到啊雙露台啊，南北兩邊咧都有個露台嘅，帶埋全屋嘅中央冷氣咧，亦都係交樓標準啦。咁喺佳景康城大家都知噶啦，依家咧就坐車翻香港咧十分之方便啊！屋企樓下咧就係業主嘅專線啦，可以翻到香港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啊。咁樓盤咧亦都有配套小區嘅會所啦，包括室內同埋室外嘅泳池啊，亦都有健身房嘅。咁去到山姆會員店咧，亦都係講緊揸車係5分鐘啦，翻到拱北關口咧，亦都有專線嘅巴士嘅。咁依家呢個單位咧，首期係圍到20零個咧就可以攞低噶啦。咁業主仲同我講啊，佢話咧呢個單位咧可能要挑戰成個小區嘅最低價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啦，或者約我實地睇樓有鎖匙嘅。OK， 我會一直發信盤，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為止。Thank you。